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浩，欢迎过来到目仔观察。这是一个为台中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。中心毋忘，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大家好，今仔日是大日子，美国联准会 Fed 2025年年尾六即摆的利率决议显牌啊！即摆的结果，除了大家预期的降息一码以外，上惊人的是啥物？是 Fed 宣布要搁再开始扩表买债，这代表印钱机要搁大力开落去啦！30天内要买400亿美金的短期债券。你敢有注意到？消息一出来，白银直接冲破天棚，创下历史新高。黄金嘛是随缀咧起，这代表啥物？代表市场已经闻到钱阴骹目的味啊！今仔日的影片，咱爱来拆解这份决议背后的眉角。第一，为什么 Fed 内部意见强滚，导出9比3的结果？鲍威尔承认就业数据灌水，这对明年经济有啥影响？第三，伫这个降息扩表买债的环境下，咱手中的科技股甲贵金属要安怎布局？先来讲即摆的利率决议，政策利率调降25点，来到 3.50% 至 3.75%。这已经是连续第3摆降利息啊！放水的局势已经定调啊！但是即摆的气氛完全无同哦。这是 Fed 罕见的大分裂，投票比率是9比3，有2位委员认为无需要降。伊感觉通货膨胀的力度也未退烧，煞阁有一位认为爱降2码，也就是50点。伊惊经济会崩盘，这代表啥物？代表 Fed 内部对未来看法已经乱糟糟。这对投资人来讲，表示未来的政策会反起反落，市场起落会变大。阁有一点上重要，政策声明内底已经把失业率较低这句话摕掉啊！这暗示 Fed 即马惊的毋是通货膨胀，是惊劳动市场出问题。即摆报告的眉角，其实毋是降利息，是扩表买债券放钱出来。Fed 宣布对12月12日开始，30天内要扫货近400亿美金的短期债券，也就是要加印400亿的流动性出来市场。官方的讲法是维持充足的准备金供应。毋过，咱做投资的爱看本质，这就是向市场注水，注入流动性。虽然伊买的是短期债券，毋是长期的 QE，
但是效果是同款的。你想看卖？降利息是互借钱的成本变少，确表买这券是直接甲钱放出来。费德出这两群，对什么资产上好？第一，科技成长股，像咱一直咧看的费半指数。第二，无利息的资产，就是黄金甲白银。这个400亿的动作，就是咧预防市场的钱水打去。这就是为什么白银会当创历史新高的主要原因。过来，咱来听鲍威尔主席伫记者会讲啥物？我有整理出2个重点，你一定爱知影。第一点，承认就业数据灌水。鲍威尔直接承认，前几个月的就业增长，实际上互人碰风6万个职位。这证实咱正前的怀疑，美国的经济数据无表面看到的遐尼好，失业率可能阁会起0.1% 到0.2%。这就是为什么伊坚持爱降利息的原因。伊惊经济寒掉。第二点，通货膨胀是关税害的。物价这方面，鲍威尔讲，目前物价起的主要原因是关税引起的。若准甲关税摕掉，通货膨胀就会落下来。伊认为关税的影响是一摆性的。这句话真有意思。这代表伊无想要因为关税引起的通货膨胀，就停止降利息。伊的态度是行一步算一步，看事办事。听完政策利率的决议内容，咱要安怎操作？第一，贵金属、金、银、铜，因的势面上强，费德一边降利息，一边确表买债券放钱出来，美金的价值变薄去，特别是白银创历史新高，通常是行情的中段加速，毋是结束。实质利率利率对金银来讲是超级利多，铜嘛会对得起，因为中国甲新兴市场的需求可能会因为美金变薄来复苏。第二，科技股半导体流动性增加，对 NVIDIA 这种高成长股是好消息。虽然市场会烦恼经济放慢，不过只要费德肯放水，股市就也有疼。另外要注意一点，鲍威尔有点出关税风险。若明年的通货膨胀因为关税搁冲起来，费德的降息步调可能会踢到铁板。这就是科技股的天棚。总结来讲，2025年年底这个红包行情是由降利息、确表买债券放水出来，双引引推动的。债券利率盘软，经营趁势突破，
科技股有资金替盘。今仔日的分析就到这，费德已经把水道头拍开了，这个水会流去倒位，咱爱对付着。你对这份30天买400亿的计划有啥物看法？你认为这敢是变相的 QE？ 你的看法是安怎？欢迎写伫下骹，互我知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